Red 甲組足球聯賽第4週嘅比賽，南華對住傑志嘅。咁喺政府大球場咧就係進行呢場嘅賽事，紅衫就係南華，藍衫就係傑志。呢場比賽咧，傑志賽前2分領先南華，南華如果能夠擊敗傑志，將會上榜首嘅。冇錯啊！雙方咧都可以話係強陣應戰啊！南華方面咧，前面有李安道啊、伊達啊、迪亞高啲巴西幫人打正選。紅衫嘅南華，賽前咧其實咧早段啊，俾咧傑志有啲機會嘅，有啲波梁子成一射啦，最終省到人彈落嚟，朱兆嬌近門一射，居然間俾葉鴻輝咧單手擋出啊！呢個波咧都可以話精彩啊！上半場咧就傑志最有威嘅埋門就嚟自呢個波啊！好可惜咧，真係過唔到英鴻輝啊！呢個波救得相當靚，亦都係上半場咧南華不失嘅真係英雄啊，唔係講笑。跟住南華咧就上半場主要係以死球咧去進襲傑志，其中咧就陸之豪2次嘅罰球，呢一次算係近磅嘅一次啦。射完呢一腳之後咧，上半場都啱啱完啦。上半場雙方就打成0-0啊。可能咧都係季初啊，兩雄相遇啦，雙方都係較為謹慎啲。呢一場咧，大家喺中場嗰個壓迫咧都係幾強嘅做得。相反咧，即係上半場一中目標埋門就唔算好多。換邊之後咧，南華就開始越嚟越主動啦。李康廉啦，今次一路就推埋嚟中間。最後俾個嚟咧，再嚟個撞牆喎。李康廉再射，呢個波咧都係下半場啊，南華一個咧黃金機會嚟啊！李康廉自己咧策動，跟住咧就俾翻佢，再第一時間嚼，咁但係過唔到啦。咁事實上咧就傑志喺下半場嘅中段都換入咗後備門將嘅郭劍橋啦，因為門將嘅正選門將黃振鵬咧就受傷。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靚坤、羅志坤同埋卡利爾入嚟，留意啦，羅志坤咧入嚟之後就係做咗呢個機會，一射就中尾彈翻落嚟。卡利爾呢個射門亦都相當近磅啊！當時中尾彈翻落嚟，爭啲撞到葉鴻輝入網添。啱啱後備入替咧就係第一腳掂波啫，幾乎已經係收死南華。卡利爾啦，同埋阿羅志坤啊，呢對後備入替孖寶啊，即係經常後備入替都有驚喜啊！羅志坤出，中間大家漏晒。呢一波咧其實唔係抽得咁高嘅話咧，真係傑志已經開咗紀錄㗎啦。大難不死嘅南華喺成場比賽嘅尾段啦，開始越嚟越佔到優勢啦。今次呢個波傳到埋中間，成場波列斯我走漏咗一次，就係今次走漏咗迪亞高啦，結果令到輸波。睇翻大鐘97分鐘啊！咁因為咧就黃振鵬受傷，郭劍橋入替嗰度咧就搞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所以呢場比賽咧下半場要補到8分鐘，估唔到就去到7分半鐘出現呢個入球，最後南華憑住迪亞高嘅絕殺1-0擊敗傑志，上咗去第4週嘅榜首啦。